見面。咁啊，大家睇我戲就睇得多啦，係嘛？柴狗啊！大家都中意柴狗啊！人生有幾多個10年？最緊要痛快，係嘛？大家今晚最緊玩得痛快，好嘛？應承我今晚嚟到呢度咧，就玩得開心啲。我哋一齊度過一個難忘嘅晚上。我想知道咧，呢度係咪大部分都係馬來西亞嘅朋友啊？大家俾掌聲聽下，睇下邊個係馬來西亞嘅朋友。咦，哇，真係90成喎。頭先我聽見話有啲用華語啊，講華語啊，我也行的，我的華語還好啊。小梨子，我的華語還有一點北京腔啊，有一點捲舌頭那個李蓮英李蓮英啊，對呀，有沒有看？有。大太監啊。好啦，咁啊。難得機會喺度同大家唱下歌啦！我諗現場冇乜朋友聽過我唱歌啊，應該係嘛？比較少啲啊！大家睇我做戲多，但係其實我唱歌咧麻麻地嘅啫。不過唔緊要啊！好難得聽到我唱歌，都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。嗱，其實我諗咧歌曲咧，即係同大家都有好多回憶啊！即係我哋香港咧，我哋細個嘅時候咧，拍拖咧會去爬艇仔啊！馬來西亞嘅朋友拍拖嘅時候咧，會有啲咩做咧嚇？會有啲咩做啊？踩單車曬月光，哇！咁浪漫嘅，曬月光好危險嘅喎，黑掹掹嘅喎，咁兩個人做咩啫？哇！我哋香港咧就好中意唱下情歌，爬下艇仔啦。所以我特登揀咗一首歌送俾大家聽。呢首歌咧係我哋一個香港一個好出名嘅歌星，我諗大家都識㗎啦，許冠傑嘅一首好冧嘅情歌，送俾大家《雙星情歌》，希望大家中意。